咱做伙来享受伊的平安喜乐，咱做伙来享受伊的平安甲喜乐。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让全地充满赞美，互全地拢充满乐乐的声。
是咱的主上帝。暂时要麻烦你搁徛者，恁若无方便，你会使坐咧和阮做伙吟诗来学乐。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上爱唱这首歌，因为伊甲咱讲，上帝甲咱讲，咱是伊的宝贝，你上水。青草会来到石溪边，摇车乌蝶拢在学落伊。天时地配自由自在，讲天白上自爱，飞来飞去吟诗唱歌，花啊你的爱，人比这更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这情事烦恼？想想想袂开，有次冰箱袂搁对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肝听来我情苦悲。行过青草。到小溪边，悄悄蝴蝶拢在学落伊，天时地配自由自在，讲天白上自爱，飞来飞去吟诗唱歌，花啊伊的爱，人比悄悄更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这宝贝，伊也甲咱讲，你通来到我面前，对我来求讨。我是你通倚靠的上帝，我是甲你抓悬你的头、你的角的上帝。做妈妈的，咱无需要搁为着小事来忧伤，咱无搁需要为着小事来屈出受袂开。咱应该将咱的重担放到伫咱的主面前，来交托伫伊。耶稣安尼讲，一日的艰苦，一日担。一日到夜，愿咱做妈妈的也举起咱的手，为咱的囝儿，为咱厝内人，安尼来祈祷。上帝听咱的祈祷。轻轻行过青草地，来到小溪边，悄悄蝴蝶拢在学落伊，天时地配自由自在，讲天白上自爱，飞来飞去吟诗唱歌，花啊你的爱，人比这更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这情事烦恼？想想想袂开。冰箱袂搁对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话听来我情有悲。人比鸟声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这情事烦恼？想想想袂开，我说冰箱袂搁对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肝听来我情苦悲，上帝讲心肝听来我情苦悲，上帝讲心肝听来我情苦悲。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想是阮有一个老母，有一个母亲，一个妈妈，所以你永远温顺的表示，阮伫妈妈的精灵心中看见你疼的记号，是你的老母袂记得伊所生的囝，
你听阮到安尼讲，阮是你心肝宝贝囝。主啊，感谢你安尼赏赐，互阮有福分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殿院，将阮的感谢，将阮的事摆咧伫你的面前。我相信你是听阮祈祷的主，你是为阮排比的主。阮搁一摆要倚靠你来过世上的生活度无。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赐愿互阮享受你所赐的平安甲喜乐。感谢你听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你若无方便会使坐咧，你若会使，咱继续徛底来唱这首歌，因为主提起咱的烦恼，信耶稣真好。做妈妈的应该逐工微微啊笑来面对咱所处理的达达滴滴，生活中的达达滴滴，咱拢会当交托互上帝。伊听咱的祈祷，咱就笑眯眯来。咱就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搁一摆，咱就笑眯眯，咱就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的代志，主啊讲起那伤心的人，要来亲阮你，你要主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脚大路。咱无笑眯眯，搁有重担藏伫咱的心上哦。咱就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的代志，主啊讲起那伤心的人，要来亲阮你，你要主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脚沙路。主啊讲起那伤心的人，要来亲阮你，你要主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脚大路。来，前咧走的时日的时，咱甲外兄弟姊妹讲，有主恩典，咱就笑眯眯；有主的恩典，咱就笑眯眯。主啊讲起那伤心的人，要来亲阮你，你要主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脚大路。主啊讲起那伤心的人，要来亲阮你，你要主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脚大路。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在脚大路。你若有重
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日头带路。搁一摆来主的面前，咱来祈祷。听阮祈祷的主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是带着感谢、感恩的心。感谢你赐阮每一个人有妈妈通相信通外靠。感谢你，予阮看见伫妈妈的身躯顶悬是你祝福的记号。求你圣神保守赐福伫做妈妈的人的心上，互因会晓倚靠你，逐工笑眯眯，要阁将小可烦恼的代志藏伫心内底，是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求讨，举起祈祷的手，为囝儿、为翁婿、为先生、为厝的人来祈祷。阮相信你听阮的祈祷，你要帮助阮，互阮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感谢你圣神带领阮头前的路，阮的烦恼，阮的忧伤、痛苦的代志，会当摆比伫你的面前，向你来求讨。感谢你，感谢你帮助阮，听你的话，会来谨慎遵守。求圣神听，求圣神引带阮头前的路站。阮安尼交托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伊的囝起来，称伊有福气。伊的丈夫俄勒伊讲：查某人好德行的最多，独独你界第一。这时，咱来吟圣诗570首。主上帝，我坚固石盘，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是咱原家的，咱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实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日子互阮日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
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请坐。这时，咱来启用文第2篇，记载是诗篇第1篇，我来启，恁来译。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武万的位，伊爱无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会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是歹人会互上帝孝顺，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献诗，咱遮献歌就来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哈利路亚，歌颂俄勒。
而乐归全能上帝。即时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是诗篇23篇第1节到第6节。咱做来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管安慰我。第5节，伫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第6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伫耶和华的厝。咱圣经读到遮，愿主祝福听咱信伊话语的人。即是咱要请苏牧师来甲咱证道，伊的证道题目是信任的喜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母亲节有快乐无？我甲恁讲安尼意思是，咱毋若干母亲节今仔日快乐，爸爸节嘛是安尼，拢爸爸节迄日快乐尔。圣诞节嘛是安尼，耶稣迄日诞生安尼尔，剩下拢无快乐吼。毋望咱逐日拢有快乐。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就看见你的老母的辛苦。你敢有想到即个代志？吼，特别女的吼，爱大大庆祝，男的毋免想庆祝。我讲迄个原因，可能毛中都会赞成啦吼。这查某安那？高一点点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咱的教会讲台会团会加啦吼。这有春秋叫做有春秋啦吼。即摆还袂讲道咧哦，你免想我即摆讲讲道哦。我咧讲的原因就是，所有的人，无论查某查某的，你着经过老母的腹肚内几个日？我较像是毋知影你伫老母腹肚内几个日，正常是几个日？9个月到10个日安尼，所以咱台湾人讲，迄嘛算一岁。你袂使忽然间搏出来就一岁啊，对毋对吼？就是迄一岁。总是无定落你甲我吼，我莫讲你，我嘛是安尼。你敢捌艰苦9个日、10个日？我嘛毋捌。所以这查甫吼，小可义气咧，不要紧，共庆祝这是好的，这实在代志，这是实在代志。所以咱怎样伫生命中间去看实在代志，来找上帝。咱常常咧看遐虚假代志，你看咱的社会足够安尼黑白讲吼，毋好吼。所以咱今仔日要通过母亲节，可能你嘛感觉讲，我系母亲节用诗篇23篇。所以等下你都要认真听，你就知吼。咱三甲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阮深深感谢你，你互阮会当活到今仔日。头一项，你赏赐阮老母会当互阮成长，帮咱扶持；第二项，你赏赐阮空气，互阮会当到今仔日犹阁咧呼吸新鲜的空气。互阮看到水的日光甲世界，恳求你继续伫今仔日母亲节的时，是搁一遍重新唤起阮，都爱常常笑念。上帝通过母亲的疼，伫阮的身上所当一切工，是只有今仔日是搁一遍提醒，互阮对打起，搁较会晓笑念母亲的努力疼痛，以及因所经过扶持阮、帮助阮的日子，阮伫你面前服侍敬拜，愿你就踮伫阮的中间，互讲甲听的人平平得到你的扶持、稳定甲利益。
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可能咱中间有人知影母亲节的原因啦、由来吼，不要紧，今仔一定要甲咱讲一个，佮提醒一下吼。你若有甚至复习吼，做复习，复习就亲像拄则咧讲，你几位去选出来你拢毋知影啦吼，即复习一下吼。母亲节即个诚做世界母亲节由源是对美国来，美国一个叫做安娜贾维斯贾维斯啦吼。伊做拍拼，伊一世人拢无结婚，你是感觉奇怪啊？一世人拢无结婚的人，咧纪念伊的母亲。伊发现讲伊的母亲真拍拼咧努力推动真济帮助人的社会事工。伊感觉这个母亲对伫伊的生命真重要，所以伊就伫1907年发起全国的母亲节的这个纪念。对倒来开始，对伊的教会开始。所以你若看见社会历史，也是咱圣经，你会看见教会果然是诚做，互社会稳定甲和谐，得到敬祝纪念人的日子，拢对教会。所以教会若无做即款代志，安尼是辜负上帝互你我的机会啦吼。伊安尼决定了后，就真正真拍拼，真努力，甚至到伫当时澳洲战争的时，有个老母失去丈夫伫美国嘛吼，去作战拍死，有的是囝去作战拍死吼，诚做真大安慰。你我生命逐日咧经过，总是拢袂当去体会啦吼，体会。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伊就用一个象征啦吼，象征就是讲，恁逐个拢有甲红花，有甲白花。红花就是老母拢活着吼，白花就是老母已经过身吼。我今仔无甲，因为我是孤儿啦吼，我孤儿恁听有啦吼。有诶听无啦？我孤儿就是阮老爸老母拢死啊，我即嘛毋是孤儿，对毋对吼？所以互咱知影讲，美国人是安怎较真注重遮物件，佫是对教会开始哦。因为对教会开始就是用迄个听来帮助人，互人伫生命中间会当常常伫受伤的所在得到疗伤。艰苦的所在得到扶持甲安慰。当时啊，我今日用诗篇23篇。诗篇23篇是一般人称上帝做天父嘛吼。遮个查某讲拢都叫天父啊。是咱较咧纪念老母吼。其实你若去看新闻看到有真济人咧写讲，有人将天父当作老母。现在民间的人较厉害。咱咧庆祝母亲节咯，因即摆咧庆祝啥物啊？妈祖生啦吼，因为妈祖生会当耍来耍去就对啦吼。即摆人都母亲我就来摄来遮安尼吼。咱无要甲批评遐物件，就是讲咱都爱知影迄个每一个字的意思。先较用诗篇23篇，咱等者就会看见讲，上帝威严、公义，总是常时安那。有听人面赦免，你若去比较你家己老爸老母，你会知影老爸通常啦吼，通常一般较济拢较严，老母毋是诶，拢较温暖吼。这是一般人，当然嘛有倒变诶啦吼。有诶若厝人吼，老爸拢听老母诶话嘛有啦吼。亲像我就是安尼啦吼。是安怎呢？因为阮太太今仔日伫南门教会因有活动。阮太太是男生宿舍的头家啦，我查甫嘛吼，佫3个囝，所以住伫男生宿舍吼。你袂使讲用男生宿舍多数来压制少数，听无？这是教会，也是讲上帝互咱的原则，袂使用多数来压制少数，做歹代志。所以伫生命中间，咱看见圣经，大卫王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咧讲大卫王伊认为上帝是一个
威严公义的上帝，总是上时嘛怜悯的上帝。我今仔特别甲咱建议，诗篇23篇爱背起来，爱背起来，诚做你的祈祷，毋是干念算的尔吼，念大拢会晓念啦吼。有人写字写作水，总是毋知影内面啥意思个，吼。为了做好背，无啥路用啊。咱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是从这生活中间来体会上帝甲你我同在，互迄个威严公义的上帝，互咱闪避遐去做歹。总是咱捌因若做歹时，上帝佫会怜悯体贴咱。你毋通倒边想哦，倒边想哦，安尼若安尼吼，我就调你来做歹，包死的。哦，你若调你去做歹，一定有问题。圣经有一个人，可能恁拢知影吼，一个女的犯奸淫对无？啊，人甲带来伫耶稣面前讲，这若照律法吼，都要用石头甲钉死啦，安尼啦吼。其实耶稣无讲哦，厉害的人无啥爱讲话，嘿，啊教的人无一定较好，吼，因为圣经讲啊，讲你若静静哦，人嘛感觉你是有智慧的。台湾的俗语是讲，你若无讲话，人袂讲你会教的啦，吼，对毋对？吼，你要看台湾俗语甲即个圣经咧讲偌水，啊，这妇人人就伫遐无法度啊，啊，耶稣讲伫涂骹呐，写东写西啦，新的翻译是讲伫涂骹写，啊，新的翻译讲踮涂骹写东写西，我咧想讲较无写南写北，吼，讲写东写西，吼，写东写西啦，吼。啊，耶稣拢无爱插遮个猫落啦吼，台湾来讲歹听的猫落。恁遮吼，神啊犯奸淫敢有一个尔？敢有一个尔？一定是两个啊！啊，两个拢都爱来沉死啊！啊，谁迄查某无带来？耶稣无甲讲遮个代志。咱有常就知影，犯奸淫一定是两个，无迄就一个。啊，所以因着佫直吵，耶稣最后讲一句话尔。恁中间什么人无做人，大声用石头甲钉死，安尼啦吼。这句讲了，我感觉圣经写得真水。伊讲对老的吼，一个一个烧掉，尾仔较剩少年，无半人，拢无人徛伫遐。我毋知影咱遮老的几个啦吼，啊，可能我嘛会先烧掉吼，因为你外口久犯较侪罪啊，敢毋是安尼？哦。你囡仔较会犯罪，当生出来根本袂犯罪啊，对毋对？啊，甲迄个会行少年的、较小细汉的年纪无犯罪啊，啊，总是到尾常常讲有啊，昨平常甲妈妈还袂讲，就偷食一粒卵，安尼嘛罪了，对毋对？吼，所以圣经讲作水呢，耶稣后来甲这个妇人人讲，拢无定你的罪吗？伊讲无啊，耶稣讲啊，我嘛无定你的罪。附带一句，对答以后毋通阁犯罪。迄个毋通阁犯罪，毋是讲袂当去做失错的代志，有人还阁会，总是就是毋通犯。你今仔日人要甲你定死，去条罪就对啦。袂使相像的罪一直重复咧做啦，安尼。我想大鼻王咧用诗篇讲，我的牧者就是即款的牧者，即款有公义、阁有疼心的牧者。我毋知影你上的牧者是甚物人，我毋知。你的母亲敢是安尼？你的母亲有当时啊，虽然甲你讲哦吼，伊歹是歹，有若是了后，佮你烧，佮你抹药啊，对毋对？哦，那正常讲，敢有迄个人相拍讲甲你讲你老岁，啊，佮甲你抹药，佮带病院？无，妈妈毋是。做妈妈你失错，伊若足受气，可能会甲你讲，总是后来会甲你烧咧，对毋对？你的目屎就怎啊无去啊？本来咧哭流目屎啊，烧就无去。大鼻王是用这款的感受咧讲，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我咧顾羊的时阵，我若是耶和华，遐羊啊，就是我爱来顾甲足好势。啊，上帝若是牧者的时阵，我嘛是羊啊，我是有一只羊尔。这只羊重要无？耶稣讲足重要啦。伊讲有人100只羊啊，失落一只尔。伊讲放下这99只去找一只。有人甲我问讲，牧师啊，99只人去乌白输咧，吼，人去乌白选咧，吼。
我甲讲袂，这99只耶稣有相信，这99只袂乱走。这99只会想，迄只乱走的吼，一定足艰苦的。人拢爱找伴呢。世间所有的人，若家己一个孤单，伊会开始有真济病。我毋知有医生甲你讲无啦吼。有一个牧者比我较济个牧者吼，伊讲当然啊，我甲你讲吼，医生甲我讲，我一日吼，着爱含人讲话讲1点钟，一日讲话讲1点钟吼。所以我有当时啊敲电话甲你讲，含你讲安尼。我干娘，因为我嘛趣味趣味啊，讲一日讲1点钟，你今仔日若甲我讲10分钟，我就第6个迄个10分钟诶。1点钟嘛一人1点钟嘛。你今仔若讲半点钟，就是头前有一个讲半点钟诶。你今仔若甲我讲1点钟，就是你今仔还袂找人讲咧吼。敢是安尼？若安尼算就安尼嘛吼。不过我感觉讲，每一遍伊咧含我讲话时阵，我嘛得到真济。你知影，你若含老人咧讲话，着吸收伊诶经验，互迄个经验成做你我诶经验。代表讲就是安尼，对上帝去看，伊看着上拢无路，爱较有路，去找遐经验。上帝较会做即款代志，我本来结果是安尼，伊变做安尼，是到底啥物原因？若对囡仔来讲，是安那老母甲我爸爸线线的，佮我说说的是啥物原因？你若要去想即个吼，可能你会慢慢愈来愈乖。咱台湾人拢想讲乖就是戆啊，毋是。乖是足巧的人，会足乖。伊忽然间做出来物件，你会惊吓，讲会较想即款代志。我若用实例啦，用实例。我毋是爱讲政治的人，当时最近咱有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讲总统去访问，土匪讲你袂使落机场安尼哦，对毋对？伊较会想讲，人派专机、皇帝专机来甲国王的专机来甲载。我看土匪无想到即个代志。圣经讲讲倒爱常常看别人比咱较敖啦。毋通讲我比较敖，我用这你就无法度通去迄个国家。人用专机驶来到遮，搁较载啦。即马要倒转来，搁有一群人，毋是遐个土匪啦土匪的朋友，就搁想无因要安怎转来？会人搁用专机搁坐搁载转来。你我圣经咧甲你我讲的话，就是常常爱想遐个话，伫你我逐日生活中间有产生啥物作用无？真正有呢，你若愈甲想会愈清楚。代表王去体会者这个事，所以讲伊是我的牧者。煞来讲啥物？我请恁背拢无背啊，拄读了尔。我无欠亏。耶和华若是我的牧者，我伫需要的所在，都无欠亏。这个甲耶稣咧讲的呼应真大关系。恁拄则介绍有读主的祈祷文吼，主的祈祷文对一句咧讲，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所以我逐日拢无欠亏啊。你毋免烦恼明仔载的代志，我嘛毋免烦恼，因为圣经是讲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烦恼就好。我咧讲的是，什么人知影阴暗倒落，明仔载爬袂起来。你茫想讲无呢？足侪人讲安尼所以每早起来，目睭铁金射空气，感谢上帝，我要活的，互你互我活的，一定有使命，要互你做啥物代志，有啥物目的要叫你去做，你就要去找遐物件。所以大卫王伫生命中间，通过诗篇23篇去体会到上帝的疼。那用诗篇23篇来讲，你我做囡仔人。做囡仔的人要有体会上帝，伫耶稣基督，伫咱的父母中间来听。今仔日纪念老母，我拄则讲，真正老母较辛苦。老爸拢想讲，我趁钱啦，互你开就好啊，安尼开啦伊毋是讲我趁钱来维持这个家庭，意思是讲伊无疼心啦。
你趁钱转来，敢袂当顾囡仔，嘛是会当顾啊。哦，计尾甲爸爸叔叔的囡仔嘛欢喜甲呢吼，惊一条人讲都是叔叔的尔。老爸老母讲起来是老母真正付出较大。最近的女性搁较厉害，日时搁去上班吼，暗时啊转来较顾囡仔。我是半讲笑啦，我讲台湾的老母总是囡仔是马来西亚的，有人叫马来西亚来顾，叫菲律宾的来顾。我甲你讲，囡仔1岁到6岁，伊所教的拢刻到伫头壳内底。所以有人讲是0岁到6岁教育，这是足重要的物件。伊后来咧讲的物件拢是菲律宾啊，拢马来西亚、新加坡，电对老爸老母听无就对啦，哦。所以爱小心，有个人真巧。我生产囡仔，我顾到3岁以后，甚至到要入幼稚园开始，较去食头路。因为我的囝，我家己顾较重要。这个囝袂使变做别人的囝啊。谁啊老爸老母会含囡仔冤家，就是这个囝去互教啊单，无啥成啊，无啥成伊的囝啊。所以老母伫4篇23篇嘛足重要。羊仔袂使黑白去走去别只群的羊仔内底，对不对？就是互这个牧者一直引带。第2项，伊讲啦，伊讲带到安静的水边。你我踮伫这个世间哪亲像游客啦？我想无一个人，甚至即摆有个人讲走美国要做美国国民嘛吼。我甲你讲，食老拢想要转来，迄有真侪原因啦吼，真侪原因。美国足巧，恁遮伫美国总是定缩转去台湾的吼。你踮遮领美国的退休金，转去台湾咧度假吼，我要甲你切掉，甚至无爱互你的美国国民的卡片会当用。我甲你讲，今仔日国会就有真侪人会惊，有一部分的人啦吼，会惊就是伊的囝拢伫美国，伊的钱拢伫美国。你踮遮咧讲袂使买这来保护台湾，用这人我一个甲伊电，钱是木手去哦，伊毋是行李呢。咱有真侪人寄伫美国，伫寄伫欧洲的钱，你若有啥物代志，伊甲你动起来，你袂当领就袂当领啊。无你要去遐银行的人冤家啊，对不对？你若去遐冤家，伊多说用警察甲你抓起来，对不对？所以。带到安静的水边，是互咱伫宁静的所在，互咱会当安然自在。我请问咱大家在座吼，你毋免举手啦，你家想啊，你敢有啥物时阵去迄个水边静静静等遐看无？代表是安遐呢？我常去安静的水边，有2个目的，一个就是互遐羊仔食水。一个是伊去水边看遐水，所以咧讲五路的人吼，有当时咧讲毋免烦恼啦，毋免歹势啦，你拢读4篇23篇，吼，清水的草坡，安静的水边，吼，等下讲五路嘛，对不对吼？拢行伫遐嘛吼，互因感觉心真安慰安尼，安尼嘛真好啊，对不对吼？总是伫遐内当想着4篇23篇，你讲安静的水边。迄是一个真好的所在。你我拢常常捌去佚佗啦吼。前礼拜拄啊，这退休传到这分嘉南、分林、嘉义、台南去台北佚佗。我嘛是靠导游啊，导游甲你带倒来佚佗，你就去倒来佚佗啊。你若家己黑白蛇去佚佗吼，迷路袂当倒转来。我捌带一群学生去英国，后来去看迄个澳洲的维也纳吼，去看因的王宫，就会愈的吼，全无去，全无去呢。阮规群了，敢若迄个无去啊。我当啊真放心哈，迄嘛是牧师囝啦，迄嘛愈咯。我讲咱转来，伊一定会转来，因为我知影伊英文足好。阮每一个要出去拢有送一张旅馆的卡片。讲你若有代志，就是找这个吼。
伊家己甲目扫倒来，我用扫，伊都热扫吼，啊个落去扫倒来，吼。我要讲的意思是讲，你若无要跟对导游的道，你家己行会失败，会失败。你若无要对老母甲你教的方法，你的人生会慢慢歪错。所以现在圣经讲，你若照圣经的话，对善就甲教，到老伊袂歪错哦。啊，若心理学家讲，即款人会真紧倒来，若歪错先扫倒来，吼，非常。我才未食饭，伊就牵走倒来啊，吼。当然，人的生命来当伫清净的水边来看到家己足重要。我建议你有当时啊静静啊去安静的水边啊去看嘛，啊你著上着诗篇23篇啦吼，毋是干去看尔。我甲恁讲一个实在故事。我伫中大学的时阵，有一个含我思想研究室的一个国文教授吼，啊这嘛诗人吼，这嘛诗人。这伫我中服务伊啊，伫啊，伊去日本读册，啊了转来有去中原大学吼，啊有一日，阮两个就踮迄款迄落研究室吼，你无讲两个人入去怎坐踮遐定定伫家看家己个吼，讲，伊讲哦，我去日本有一遍哦，暗时啊我去湖边，啊我怎看遐水哦，我的影哦，煞伫湖的内底啊，伫湖的内底。哦，啊伊就认真踮遐看咧，湖的水哦无啥波动，啊所以真静真静，啊佮看落去丽。啊伊佮看到有一只鱼啊吼，怎啊游来迄个所在，啊然后游入伊的影内底。我毋知影鱼啊看到影是安怎，可能伊嘛感觉这嘛奇怪。啊头前都拢光正光，而且暗暗，啊所以当伊的影踮遐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啦。哦，讲伊迄时阵足享受，哦，讲我的影吼。嘛会当正做即只鱼啊游的所在安尼吼，讲游，忽然间怎游离开伊的影，啊伊讲心怎感觉小可忧伤，讲即只鱼啊该扫出去吼，台湾人来讲歹，拢讲用扫啦吼，怎离开迄个所在安尼啦？伊咧讲，我伫迄时阵是怎看到迄个影哦，甲生煞无啥路用。总是上帝互咱的影是有路用啊无？伊讲伊用伊的影啦，互你袂伤热啦。伊用伊的影来保护你啦。你若去找圣经，我无甲你讲，你一定会去找着即个物件。上帝影甲人的影无一样，人的影会当互只鱼啊游来游去，感觉欢喜，然后即个鱼啊离开，伊会感觉伤心。上帝袂安尼，上帝用伊的影，互你一直快乐，一直快乐。互你感受到踮伫伊的内面是何等的水啦！这个老师若是上帝，这只鱼啊应该袂走出影外口。哦，总是代表讲啥？讲我伫清净的水边，咱拄则有讲五路话也是安尼。啊，水边是要互羊仔食。哦，我嘛有看到讲，迄羊仔真厉害，伊拢会去找水。伊的鼻腔可能和咱无相像啊。伊需要水比咱较厉害啊！咱人有的人袂晓讲要啉水吼，医生讲一日爱啉偌济，啉1500到2000，啊，毋是一直灌哦，毋是哦，都爱一日运下轮流，互你的血的循环通过遐个水运作较好势。啊，讲遐羊啊，我看到影片，羊啊，往下直片，后壁就过几吨啦吼，啊片有水，哦，所有羊拢伫遐食水。安静的水边，伫你我生命中间，哪亲像足重要。总是若是上帝，你会感觉佫较重要。上帝伫你我生命中间所咧做的代志，是超过你我所咧努力要做的代志。有当时啊，你爱上帝，互你所爱佫较济啦。最典型的是圣经内底就是保罗。保罗安那3摆呢？台湾人讲有即道有2，无3不成立，所以3就拢完成啊。圣经内底讲3嘛是完成的代志。伊讲甲上帝祈求讲，你互我即个气吼离开我的身躯啦吼。
到这时先啊，到了我找讲即支刺啥物刺啊，无人知，真正无人知呢。哦，有人讲爱有当时爱养hình啊，有当时安怎，迄因兜诶代志吼，咱莫插。总是伊咧讲求3摆，总是最后上帝甲伊讲啦，耶稣甲伊讲啥？讲我诶恩典够也你通用。所以亲像咱拄则咧讲诶，主诶祈祷文，阮诶日食今日互阮，阮人哇今日食了就好啊，你明仔载会当食袂当食，我毋知咧啊。哦，啊明仔载会当食是要食啥嘛，还毋知。哦，亲像我拄则讲，这退休诶同学，这样三日去迄款旅游哦，逐个拢食啊叫毋敢。哦，中昼也食大顿，永暗食大顿，这是无好啦，啊无法度啊，无法度啊吼。伫生命中间有当时啊，你着爱去出旅游。伫即个清净诶水边，上帝怎样要引带你诶脚步，我嘛毋知。总是你若会晓伫清净诶水边，搁一边通过遐个水来看到你诶面，反省家己。迄水边好诶所在是，毋是讲啊，着静静定定，哦，足侪人足够翕相。我毋知恁中间有人安尼无啦，拢去找迄款水诶所在啊，倒影。树啊，倒影，啥物倒影？哦，足水诶，足水。人若会当看到伫安静诶所在来反省家己，包括老母嘛是，老爸嘛是，哦。人讲真好诶老母，伊诶囝儿一定足赞诶，哦。啊，老母若是黑白发脾气，即个囡仔到尾有哪会黑白发脾气？哦。不过我捌甲迄个有心诶啦，咱中间毋知有心诶无吼，啊，恁先生有伫遮无？我拢甲有心诶因先生讲，你着爱对恁太太较好哦。伊讲是安怎？我若无即个囡仔后边会修理你，因为伫怀孕诶中间吼，老母诶情绪拢会影响着囡仔。你可能上无感觉，若无感觉伊袂活啦。老母所有诶活气，就是通过伊诶迄个肚脐迄条带吼，无论啥物件拢按遐入，啊，伊着反应，吼，啊，所以有人若有新诶时阵吼，伊讲囡仔拢会甲老母踢腹肚，伊咧足欢喜诶时阵啦，你若讲笑话，伊咧好足欢喜嘛踢啦，吼，啊，你若甲说讲毋通踢啦，毋踢会踢疼吼，我捌拄着迄老母，伊真正大定定都无踢啦，吼，迄个人诶生命通过咱所想袂到诶。哦，迄条肚脐大线啊，牵涉足侪。伫你我生命中间，上过通过静静，即条静静诶线，来帮助你我反省家己。最后佫一个讲恩典甲慈悲啊，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哦，毋是干那今仔日尔哦。所以恁遮做囝袂使干那今仔既然母亲尔啊，其他别的佫足歹哦。哦，就爱对早开始，对老母爱少年时，恩典甲慈悲。哦，老母用安尼疼你我，啊，虽然我诶妈妈已经离开，当时我嘛常常咧少年，啊，我诶手机啊，就是看到我诶爸爸甲妈妈，我摕起来看就是我诶老爸老母，啊。弟兄兄弟姊妹，上帝恩典甲慈悲，的确赢过你所盼诶重担。总是有人无信任吼，你若听我咧讲诶时，你就知影信任是啥？相信上帝啦，相信上帝当帮助你拄起这一切，拄起这一切了后，你就会欢喜也袂欢喜？会欢喜。你若无欢喜，表示你诶相信还无够啦。我诶相信还无够，较会无欢喜啊。所以圣经有一个记述，耶稣讲，有一个老爸来讲啊，耶稣请你医治我诶囝吼。啊，耶稣甲伊讲啦，若有相信，凡事拢会成。这老爸讲啦，讲主啊，我相信，总是我诶信无够额，我都爱相信我诶信无够额，请你补助我，互我会信完全。耶稣甲伊讲，你诶囝已经得到医好。弟兄姊妹，人读圣经是咧反省家己，对我来讲是安尼啦吼。当做读圣经，哪像一面镜，哪亲像清水静静，互我搁一面来想讲，
上帝对我这好物件，我有信任到安尼无？还是我还搁咧惊，还搁咧怀疑？我若怀疑，不要紧，甲上帝讲，上帝嘛会安那补助。这就是你我所相信的上帝。你我所相信的上帝，伫生命中间，逐早起咧甲你个定心。咱暗时有人嘛歹困，歹困，歹困的人，我甲恁分享啦吼。圣诗旧的圣诗369首，我印象捌甲恁讲一遍过。总是今仔母亲节特别搁甲恁讲，369首。头一节献俾上帝，第二节献给圣耶稣，第三节圣神，第四节未困就忘记第五节灵魂刻主。你看新的圣诗无啥效，因为有检查无效。检查的意思就是讲，我写讲句的，因拄献俾圣子圣神，第四节是未困就搁忘记，第五节好困的。灵魂靠主平安温顺，目睭放开，身躯好睡。袂使到遮啦袂使到遮。天光起来天光起来爽快轻松，欢喜尽力做主的工。你的爽快轻松是要为着做主的工，无论你食头路，家己做代志，拢是这代志。有人将每一个工作当作咧为着耶稣咧做，这嘛圣经写。什么人安尼做？德瑞莎，迄得到诺贝尔奖金的德瑞莎。人讲迄人都要死啊，都无几点钟就死啊！你看下去，伊讲我将每一个人当作耶稣咧甲款待。伫生命中间，你我若亲像安尼，就会亲像德瑞莎呢，心情快乐。我嘛好当讲，德瑞莎从来毋捌想着讲。我做这代志是要得到诺贝尔奖金，伊得到诺贝尔奖金将遐钱搁摕转去印度帮助遐送农人，甚至当迄暝要食的餐点伊甲迄个国家讲恁这人食一日1点钟2点钟尔，总是这钱若摕到印度，会当互阮的整个机构食1礼拜。迄个国家讲安尼好，永暗莫食。我毋知永暗食啥啦，可能当食简单的遐钱真好。德瑞莎佮将迄个金牌摕出去卖，伊卖较贵啦摕出去，我若摕转去啊。重点是，伊死了印度竟然用印度的国家的国葬，种即个因所反对的羞辱啦。印度是袂使讲我做牧师要入去传道迄内底的人会使，拢是你外口人入袂使。伊落尾是用社工员入去的呢，拢是嘛是羞辱啊！搁较严重我讲多严重。死了10人后，人咧抢伊的骨头啦。我看你我的骨头断了无人要抢啦。10人因原来国家讲，这个是阮的公民。伊的骨头应该倒转含伊的祖先做伙。印度竟然甲回讲，这个是阮国家的公民。伊一世人拢伫遮嘛，听阮遮的人，这是阮的人啊，甲拒绝。我看到这真感动。我想德瑞莎慢慢想着讲，哇人还阁有人要抢啦骨头还咧抢这就是互你我知讲。上帝恩典甲慈悲是对到一世人，若对德瑞莎讲，含死了都咧对啦。你我生命怎样伫上帝面前来找着上帝要帮助你甲我？最后咱要讲耶稣的老母耶稣的老母有一摆甲伊讲，无酒啊呢啥耶稣老母会去问这，伊知影耶稣有办法啦，总是耶稣过来因啦，咱听起来像讲不好惊款，讲这和我无关系啦，我的时也未到，重点是遮，这个和我无关系，我的时也未到，意思讲我的时若到
就有办法啊，这时也未到咧啊吼。你想某年仔听有听无？伊听有咧。做老母的人若袂晓听囝儿的讲话吼，可能一定冤家啦。哦，谁啊听有？伊去甲管教的人讲，伊若甲你讲啥，你就做啥，啊，这是听有啊。那听无去啊讲啥，啊，毋要加讲诶。伊若叫你做啥，你就做啥，安尼。哦，啊，这人佫认真听话，吼。耶稣讲啊，倒水吼，倒咧迄落水缸内底吼，啊，然后佫较出黄金。那例外讲，少诶，水倒落啊，较水去用啉，啊，毋相像吼，总是结果无相像。结果人竟然讲，咱普通若用上好诶酒互啉，啊，尾仔较用歹，啉知啥物原因？恁女有敢有咧啉酒？啉知啥物原因？摩德罗敢有咧啉？无啦吼。就是酒互你好，互你啉了，你就醉去啊！醉较水互你啉嘛，变做酒啊。讲实在是安尼哦。总是若变做佫较好，就无相像安尼。哦，变做佫好，讲哇，较有即个味，庆节都精神起来。哦，总是耶稣安尼做。一个真好诶老母，永远会听囝儿诶话，因伊听有，都爱听有啦。毋是囡仔咧讲话，你拢学袂听咧。都爱听有，所以刷落工作就是表示伊听有意思，叫这人都爱听迄个人的话。哦，迄人啊嘛毋知耶稣是选我歌手。哦，圣经讲先知伫本乡安那无受欢迎，总是上帝通过这个事，特别通过玛利亚，嘛是咧甲你甲我讲话。所以圣经讲啊，虽然已死，犹佫得讲话。弟兄姊妹，咱通过4篇23篇，咱拄则讲迄3项，可能还佫足济啦吼。我若讲了吼，佫继续讲落去吼，恁等一下免早间下昼免食饭吼。不过趁下恁转家己想，愿耶和华帮助你我，毋是讲恁听啊，帮助你我，常常通过圣经来反省家己，互你我生命愈来愈丰盛。拄到亲像因为咱信任上帝。这个喜乐就伫你我的心。这个以外，喜乐，即马医学院医生已经证实，人若快乐，伊要破病较困难。甚至伊若破病，人若喜乐，伊要恢复会真紧，因为产生真侪抵抗力出来。圣经有安尼写无？讲我听者。安尼会使祈祷啊！喜乐的心真正是良药。我拄则听恁咧唱歌吼，我嘛足喜乐的吼。敢有人喜乐面悠悠的？无啦吼，无啦。若有迄款人吼，你都爱中治。哦，对啊，叫伊赶去看医生。啊，愿你我伫上帝面前，通过上帝，互你我有足侪机会啦吼。像拄则上过吟诗、读圣经、祈祷。啊，即马讲到，等下要报告，迄拢是哦，迄拢是通过安尼来帮助你我生命一直成长，通真做伫世间上活我的见证者。你的面的笑容会影响到你的同工、你的家庭的人，影响到你的同事。咱三个来祈祷，主上帝伫母亲节的时刻，阮毋限定少年母亲对阮的疼痛。用你的疼来扶持、帮助、安慰。我嘛看见玛利亚嘛是安尼，伫人需要时阵，甲伊的囝耶稣对话，佫会深知伊的囝所咧讲的意思。愿阮每一个人伫你面前，通过安尼来明白上帝你的疼伫迄中间。阮恳求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人，互因伫你面前永远会甲你亲近。认捌你愈深，愿一切荣光归伫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你若信，凡事拢会成。即是咱来吟回应诗，
回应诗新圣诗217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是咱来奉献，这是咱要请医师帖小组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若是你有伫我的性命，第二首是天边恩典真正大。
是咱来奉献吼。请咱起立。这时，咱来宣告祈祷文，做伙来。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获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执着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调试我的内心，分辨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果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力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请坐。
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感谢苏中林牧师来到咱教会来正道分享上帝话语，用圣经的话语来勉励咱，关注祝福苏牧师伊的服侍。我直接讲一下，是苏牧师吼，伊嘛有伫即个双联大学咧上课吼，伫这是真正我的朋友伫西门教会，嘿，苏牧师伫遐咧上课，因为是一个未信者，我想做侪即个双联大学拢是未信者去上课，所以呢，伊嘛伫遐来得到真大的勉励，对着伊的性命的改变，甲得到真丰盛的性命吼，这是一个未信者伊真好的见证吼。第二，本主日是母亲节主日，愿主祝福姊妹身心灵的勇壮吼。伫会中，咱有要赠送礼金500，咱礼拜煞，本周的小组讲庭，另外咱礼拜煞，咱有准备淡薄点心，咱做来分享吼。第三，下主日是57上午11点半要召开第2届中级会。请中级同工准时来参加。第四，下主日就是57日，也是玉山圣院奉献主日。要来咱教会请安尼的牧者是玉井教会蔡南信牧师，伊代表要来请安，请兄弟为着玉山圣院来代祷甲奉献。第四、第五，台南中会中级联谊会伫6月14，2点到5点。要举办本年度第2届的纪念会，主题是福音中心的医治，讲师是慈怡凡牧师，请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不管你是中级也好，也是咱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做来参与这个活动咱来看，下底咱的奉献的部分，请咱兄弟家己看，若有错误，咱会甲来更正咱来看今仔日的本主日的金句，咱做来读。我的心对你条条，你的正是扶持我。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诗篇63篇8节。伊个第一节，我的心对你安怎？条条因为我拄仔即字念得好势条条好，一时。咱今仔日迄个有母亲节要送每一位妈妈有一个迄个500块的礼金，请咱妈妈起立咱等一下要请模长老咱的模长老另外咱阁有3位的国中生来献花来，请模长老你来代表来送敬善礼金一遮咱即马看到是2位国中生3位正伫咱的教会就中间来做实习这是因必须国中生必须要的因的迄个学分来，你看到徛起来拢是妈妈，你拢会当伊送。来，慧君，哭吗？来，小心，来，柔啊，谢谢。等一下带一朵回去给妈妈你自己的妈妈，嘿。模长老，较顶牧师娘，咱爱分出牧师娘。
咱今麦来领受，妈妈们领受这个康乃馨吼，嘛有礼金，较顶啊吼，咱礼拜煞，咱下底嘛有蛋糕哦，所以你唔免急要离开吼，礼拜煞，咱楼骹有蛋糕，准备2个蛋糕吼。应该有够吧？应该有够吧？好。刚刚有听到妈妈一堆康乃馨，一堆。好，请坐。我来，我会摕去，嘿，较困我等下摕。好，咱做来祈祷吼。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哈利路亚！当阮来到圣殿的时，阮的心会当得到安静，阮的心嘛是甜蜜的，阮的心嘛能放轻松。阮的心虽然伫平常时，阮有侪侪羁绊，特别是做妈妈的，有侪侪事爱来着磨，滴滴。但是阮无袂记得，伫信仰顶面，圣经互阮的信息是阮得到安息，会真正得到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检彩侪侪人用食大餐来庆祝，但是主你的家事，互阮安怎样来回应上帝？回应母亲的疼，母亲的辛苦，老母有主的包容、耐性、温群，为着丈夫、为着囝儿、为着家庭来付出，这拢是上帝你创造女性的特质。我嘛为着老母来献上，阮做儿女来感谢，求主天父上帝，伊来祝福伫每一位老母因的身体健康，因的心灵是喜乐的，温台因的辛苦，因的着磨。愿主你保守坚固因的骹步是勇行的。伫夜深的时阵，主你要做因的开力。上时因来受到丈夫甲儿女的回应，有真深真厚的疼。伫因的家庭中来得到尊重，来得到疼痛。我嘛知主，你看，阮遮的做老母的是你眼中的宝贝，阮感谢你。愿天父上帝祝福每一位妈妈，伫因的心灵健康。阮献上感谢，阮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吟话面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骹步，请咱起立。恳求主你带我脚步。当愿当你遵守你改变，互我比我安中最能量，为在我心内容，这是我的心标牵绊。创造阮生命的上帝，阮深深感谢你听阮，互阮有老母。为着阮生产的艰苦，
佮扶持帮助阮，照你帮助伊的方法来扶持。愿主耶稣基督医治，特别伫阮今仔日伫遮身躯需要调整的，你就甲伊调整；无伫遮的兄弟姊妹，愿你平平正做因的气力。主耶稣，你的调整上水，你的医治上完全。对天顶面来的圣神，阮恳求你赏赐阮有智慧，是要分别是非，搁会晓做好的选择的智慧。愿你的智慧成做阮逐日生活中间敬重上帝，听父母，听囝儿，听阮所拄着的每一个人，将耶稣听阮的听放伫因的心上。愿三位一体上帝将你真实的平安、喜乐赏赐阮，对担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